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来共同来研究客家诗言白话语文420篇，香港题目：向港头和尚推销诗的故事。课文一诗一语，用客家诗言腔对照录音，提供本各位乡亲大家来做一个研究，使得大家对于华语的能够谈、能够讲，对文字方面呢，能够看、能够写哈。本文著作在2008年11月10日出版的，同时在客家白话语文版呢作为教材之一来同大家来一诗一语对照来讲读本大家来谈本文。在民国70年的时节时代，各企业界与政府机关都是讲究品质、管制的推展，并是向英文讲的是呢 QCC 品管权的发通。在 QCC 的发通又有一项努力集团法为主要的角色。简单讲，努力集团法就是让将产品也是服务的品质达到迅速实现的境界，能够增加营收以减低成本为目标。在这当时，不但风行一时，对机关与企业改善当好的体制与成果。当时有一家专门做诗头脑模的公司，这家公司的总经理也非常热烈推展品管权的努力集团法，想要增加诗公司的收入，所以有一日就收拾全公司480个员工来到公司例行会议室，宣布总经理经营公司的理念，推展品管权努力集团法，问大家来指导，并要求大家嘅布局喺朝向嘅方面来进行。当日嘅理念讲起来以后，众员工朴素赞同，并异口同声吩咐等真要求国民安尼话。当总经理以员工的方式讲起来一段经营公司的理念以后，又得到众员工的吩咐方式的赞同。总经理心肚里与外表都是有高度人所不敌的爽爽所在，所以要求大家点头。总经理要宣布秘密的实际努力集团法行动，众员工一时说点来等待总经理的宣布到底是乜嘅一个题目。总经理看到全场说点呢，就个个企业在讲台上哪论卖股是比较卖股，当总经又当听的向大家宣布讲，既然大家按有心爱来公司，希望大家很用努力付出心力来将公司自家的产品加强来推销出去嘛。总经理的话都唔曾讲hết，众员工就悠和台上讲，随采总经理指示。员工一听会全力以赴，绝对冇问题。总经理就开始宣布，
对根本的启示，员工大家会向和尚的来买本公司的产品时，一句话一讲出，公司里头的全部员工，不分男女老幼，都是有唔系，无论都是拿来往到柜台嘅。总经理看到一个场面，有人一个心神猜猜嘅在嘅等待一个场面点清下来，各位一趟嘅场面点清下来，就有众多嘅员工嘅人数、客数有异口同声有答，提上问总经理。总经理，根本嘅早晨马上有食材肉嘅呢？咁么讲出来嘅题目，让我按唔对题呢？好卖唔卖？乜嘅向无头那冇嘅和尚嘅来买事嘅，一个法门嘅话一说。全场又系人人都是拿来往到柜台嘅，总经理等众员工拿嘅以后就讲，一个向和尚来买事嘅问题，采取民主自由自然嘅性质，那系有此种吃法。来参加嘅人抢人数，总经理讲嘅3遍以后，真有3个坐乡下嘅人，以灰色嘅样式人数讲，我愿意只看哪里，我嚟只看哪里。嗰时节，全场论前列嘅人数。侧向对一片来看，有个就讲哦，那系买有一支，我会专马比起；有个又讲啊，那系要买一支，我会将我嘅头拿剁下来，比做蹲头嘅错，安尼话。总经理听到一道口舌又有触结嘅话。也冇插鸡蛋，随菜一蛋用嚟讲，也就宣布推田讲人开始，有嘢3位勇者先来吃麦克纳斯呢。第二早晨嘅大早，总经理同嘅3位勇者勇敢嘅人也白白来到公司。总经理事先也同嘅3位勇者准备好嘅，认晒一张最新最好嘅奥多拜机车，同时再三交代行车交通安全体验等等嘅关心嘅话语以后，就将3支一个奥多拜机车嘅锁匙交本佢哋。一定审查都唔是去过按认真按要求嘅奥多拜机车，所以将锁匙一拿就对准锁头孔一插，机车一发动，噗发落就向山洞过去冇去买嘅。TV 用在考核善用。俗语所讲嘅理论来结合创造行销，一个体育用者始终都唔是去过按认真嘅机车，沙气啊踢脚，转弯冇注意到沙弯嘅机下摆，及啱嘢嚟到附近嘅一间庙堂。当一位勇者一踏入庙堂嘅时节，就看到有一位不由出头嘅时代嘅和尚
初挖在仰头方，用树枝建骨头方的计时台出头，也为用在结结，就行监去同西和尚的讲啊，谢师傅啊，谢师傅呀，身体发肤，素质父母，头那方嘅财业，总得用树枝去刮咯，树有树风，刮嚟为风中，为风中哦，谢师傅嘅汤嘅以后有门加按样办咯。也为用在就同佢講，我要買事嘅，做得慢慢呢，堅持，頭那麼又唔會骨落，又做得來滋養，唔會再養。謝師傅嘅湯嘅感覺相當有道理，馬上就同佢買一件事嘅。佢為用在買嘢一件事嘅以後。相當高興咩？高興，同時面到坐安部嘅，唔係那隻山後嘅講一句話，口舌嘅話，那係咪有一句為準馬必去，佢係支持財心獨立，所以買嘢一句後，也冇可能是買嘢，反頭就直接歸公司向總經理報告。一個業績，總經買一期嘅業績，總經理睇嘅一個切波以後，相當歡喜並撲也為用茶嘅鏡頭，也為用茶要風聲了了，才問總經理講，錯半日唔對那隻山後嘅講一句，那係買有一句。為準馬本愛去，也掠下愛有馬好去嘅，或者係有人做去，就有人可以嘅道理啊。天意為用茶善用服務消費者嘅結合創造行銷，再講天意為用茶也向山頭蛋糕啊，睇見嘅廟堂去買事嘅，在路上見其稽查見相，按樣嘅，使得和尚嘅來買事嘅，突然間安全帽嘅戴嘅彈係戴唔得啦，嘻嘻，就將安全帽扛在茶樹嘅頭前嘅翠藍嘅獨立，內地許多廟堂時，頭那麼用高高多，許多寫書台講嘅一走，情況唔會輸非洲太草原嘅用家嘛，太雄獅一樣樣。這時節突然間心血來潮。靈機一動，手機就動能暗用嘅頭那麼去拜見處置，廟方嘅處置，許多處置嘅時節，馬上向太師傅合掌敬禮，並開口請問太師傅：阿彌陀佛。將來也寬裕，儀容不正，頭那麼用高高多，係唔係做得起太天點向拜佛咯？太師傅隨口應答講：千萬不可，千萬不可，那係樣板係對神對佛，確實係不離不敬。天意為用茶，隨時要向太師傅表示，為了一點向拜佛，假意向太師傅借事嘅類似頭那麼，這時節太師傅隨口答應，
我是落花出家嘅人，出家人头行无烦恼无事，那有事诶好讲咯。勇者有决定向太师傅回应讲，唔係按太监嘅命頭，鄉客要按當，將來頭那冇用要高高多嘅鄉客必定有不少，何不一批論十幾，抗壓寫書台行，來方便鄉客咯。太師傅一聽誒，實在所講嘅有道理，一起來就買十幾時誒，因為用在一起來買嘢十幾時誒以後，原來唔係心中嘅高興喎，同時又想到初步日在公司裏頭會議室中，唔對那隻氣泡泡嘅同事，那係要講嘅同事講。那係要買有一句，會將頭拿剁下來，本意做燉頭嘅錯，所以就高度嘅高興專程打頭去公司來嘅。當然一踏入用前腳踏入嘅總經理室。這位用在接人又匆匆忙忙衝入來總經理室，總經理馬上前來握手接應，並問有何高興消息咯？用在一時氣都唔前投入，像是上去接下去唔到嘅樣式，向總經理報告：我去買時誒，一起來買嘢十幾，總經理聽嘅一起來買嘢十幾，馬上開發就要業務經理即時來總經理室，共下詳細談起兩位用者嘅報告，一位用者等業務經理來到嘅時間，一十。詳細講出來，總經理與業務經理異口同聲，同異數同別數之共講，一個講認真，行銷高數，一位用者要直接問總經理與業務經理，唔等兩者要彩排過係冇。咁麼總經理同業務經理嘅動作與聲音讓我按正確咯，嗱行嘅啦。再講第三個用者係使用附加價值嘅結合創造嘅行銷，乜嘅附加價值咯，就係講夾一項，再加上一項，就發生個圖嘅一個價值同價值就出來。好，我哋再來詳細講。再講第三位用者，三沙在三岔路分開以後，而就帶人托馬來到山下一間新企業咩？當佢將機車變好些以後，再將頭那模對機車嘅鏡嘅使好些，就直接對整天嘅油門一批點向擺闊，並迅速投下一些油向前嘅時間，佢看到抗油向前呢上呢獨立，並唔係幾多錢。來來去去嘅鄉客要按動，做乜嘅也都鄉客唔盼得落見做一些前來表示心意咯，技巧漸行漸明，一個問題行啊行嘅，就行到整天嘅後背
仰头一看，哎，一个后堂两位喜呀，斑斓餐一般咯。让一洗白就洗比好些咯。同时看到一个后堂，陆陆续续、停停续续、续续停停、前前后后，大约是也有5、6年了。一个猫慢同一个猫慢同落见多少嘅问题，自己千想万想都会想唔到有乜嘅好答案，最後真能想到客家俗語一句口說人家希望，慢就用奇妙一句話來做形容，也都會講啊，無窮苦人啥希望啊，就慢慢的去，有錢的人再來去揀啊，就沒有希望。落減少嘅原因啦，萬事嘅3種結合，變成關聯性嘅思考嘅問題。最先要將建築經費啦，經費要哪來呢？落減增加，同時嘅做贈送品同慈善嘅象徵也等等運用。附加價值，增加行銷嘅邏輯比率，見面到亦都完善要領，心度裡萬分高興。所以佢就抗時嘅那個人切皮箱嘅，一款一拿，家家直接。去拜見太師傅，一位用者來拜見太師傅時，拄好太師傅有閒，馬上接見。經過拜見禮貌以後，佢就直接拜問太師傅：今天嘅後拜後堂嘅，係唔係有需要格格來伺候呢？也因為引爆了太師傅多年來嘅願望，所以太師傅當高興馬上回答：愛是講，落見說話，佢要拜問太師傅：落見係唔係有需要格格來增加呢？太師傅要當高興馬上答：愛是講。所以佢就分析中信圖社會一般嘅心理講啊，佢哋要向落見向毛開書記本人，有冇同人感謝，根治社會上無人抵得伊嘅慈悲善行善嘅心嘅表現，做乜嘅唔贈送一個小禮品本落見前嘅人咯，一個以滿足一般心思一道嘅心理咯，接定佢就講，佢係自創事業嘅公司，本廟堂做一個相當特殊有雅式嘅款式，上面又有印製本堂名號，再加上供奉佛祖加持，凡是落見的人，做得只有那一件，太師傅要問，做乜嘅要講佛祖加持呢？佢講啊，經過佛祖加持，係唔係各有神功效力啦？萬一心有煩惱事時，將事業拿來時，3000煩惱無事，也做得增加靈感而去除煩惱啊！太師傅聽人一段話以後，不但做事脫離十足，
又符合多年來嘅信念，家家來喜好後堂，所以馬上邀請中午過來。經過詳細談議後，雙方滿意，即時下了半年用量嘅訂單3600支。第三為用者善用附加價值嘅結合，創造行銷嘅意念，得到訂單3600支，馬上打道回公司。直接進入總經理室，向總經理報告得到訂單3600支嘅事。總經理詳細了解嘅3殺嘅行銷優良以後，一切簽批嘅3筆嘅保險，馬上通知全公司員工，像空襲警報一樣嘅緊急集合到公司裏頭。當眾員工到齊了以後，總經理相當高興，又得意嘅拿起麥克，講話嘅麥克，同全體員工來做報告。向光頭和尚賣書嘅一周份嘅業績有3610支，並講出努力嘅方法，係公司嘅救命仙丹，同時講破錯本人也只嘅講，向光頭和尚賣書嘅題目是。大家都係人人都是拿來往多嘅態度，同時又持續講識茶藥嘅，講總經理識茶藥嘅，也主要係大家嘅傾向。實際上，買者不一定就係使用者，就像當前生意呢好食一個麥當勞。就係一個當好嘅理念，希望大家有所了解，更之希望大家有志一同，進一步了解公司同員工係生命嘅共同體。公司同員工係生命嘅共同體。以上呢，課文就讀到一個希望大家順下來一個本篇文章嘅一個解釋，一絲一語解釋俾大家聽。QCC 就是英文嘅簡稱，品質管制權嘅簡稱。樣嘅就是怎樣的啊，樣嘅怎樣的。第二，幾當時啊，關於講那個時候啊，講係就講完啊。第三，傻就未經人啊。傻就是人嘅意思，傻就人。太人傻啊，大人那一輩，點就輕輕的、靜的，拿論就拿着啊。第五，麥克就是麥克風，縮點就靜悄悄。第六，當聽就是很高興。既然就說安呢啊，這樣子啊。第七，唔前就還沒有啊，悠呵呵，關於講雜亂的大聲喊叫。第八，和尚呢就是和尚，個聲有唔係就忍耐不住。第九，都是就肚子啊，難就是笑，彎下來就是跌倒。第十，歸隊嘢就是成一堆啊，一趟呢就是一會兒啊。第11，一個亞數啊，就是舉手，有答就是而且的意思，早晨就是早上，12，陌上就是難道啊，吃茶就吃
吃错药啊，是茶药嘅就吃错药。13感冒就假如没有感冒就假如没有啊，对吧？满嘅就什么？第14一扫一扫啊，一结束啊。那些就假如是啊，刀就是砍的意思，避就是给他啊，避就给他啊，坏些就不好意思。16好些就是妥当啊，蹲头嘅就小动作。17也都就是这些，口舌就是讽刺。17莫插忌啊，不理他。随睬忌随便他啊。18拜来就一起来。等真就是很棒。飞落就很快的离开啊。那个19沙起亚特甲，那个啊呢是瓦拉亚马那嘎巴那个连音字特甲啊，反而起得太快。20给时代就蹉跎，行间就靠近。20财爷就头上的头仓，财是那个刚才的财加一个偏丝片啊，一个财。树荫系给讽中，嘎就是那么的意思，样板就怎么样，矮就是我啊，矮隐私片哈，做的就是可以的意思。头那么就头发，昨日就昨天啊。24哪一个哪一个啊？3后位就调皮捣蛋的意思。风声寥寥就是很爱现的人的风声寥寥啊。断黑就断掉，空就是放的意思。心血来潮就是灵机一动。27内地哪里知道啊？肚里就是指里面，形况就是形态样子，用高的啊，很混乱的意思。那个用高啊，用伽马就是大雄狮那个非洲的大雄狮啊。29飞起就干脆的意思。咚啊，这个那个的咚呢，就是顶着头上放着哈，尖的当我带下这个桶一桶粮，共同的桶叫做咚啊咚，很美是不是一口气的啊？一口气就啊一礼拜，度后就是刚好。30月陈算就夸奖的意思。今晚就一直在想，好，也大家呢有個知恩不夠學人，也都問大家嚟了解一下哈。客家白話語文班1班3班，按老班嘅上課嘅情況嘅就相片。同時體育嘅呢是不當時嘅片段表了，隨帶了接上個延伸公路嘅最迷航啊。就是當你嘅當陽你嘅51號人871人42一個演戲師傅在做主持哈。大家嘅呢就是茶當山，好，大家嘅圖問大家了解。這個睇個白話語文的結構是樣嘅。第一個核心價值是什麼啊？我哋同語文、白話文呢最重要嘅有2項，一個是語音講法嘅語音是要聲母、聲母、韻母上調講究，同時單詞、狀聲詞嘅係呢細緻哈，還有連音詞一個語音要注意啊，文詩啊。
詩就是義，用目注看嘅，義音義共談嘅。一個文字呢，要注意音義性，等於3層方面啊，主要是這個，可以另外一個總稱嘅是正規功能。正規嘅功能就是講啊，有唱歌嘅啦，乜嘅東西，啊，特殊朗讀啦、講古啦，都可以用到白話語文嚇。延伸功能呢，就是發揚客家文化嘅精神，提升客家族群嘅種種嘅東西，啊嚇。好，再下來第二個圖樣，就是聯吟詩講係幾多擺啊嚇，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大家聯吟詩。另外呢，還有現在講一個 RIO 字韻母第3個，瓦貝窩、那內諾、硬硬我哦，個馬咩麼哦，個那內諾、加嘅歌、瓦貝窩也 RIO 嘅韻母音嘅同個單個嘅。為了人們呢，嘅別個音啊，用天音講嘅本大家聽，所以各位鄉親，大家對於一個聯吟詩啊，亦27則詩啊，都係客家話喎啊。前陣講啊，嚟講啊，就瓦拉呀、馬那個巴，也全部客家話。為了人們呢，嘅別有咩客家話？沃羅呀、摩那個波，也客家話。所以就詳細嘅讀語一個圖表，第2同第3嘛，用客家詩語嘅結構同讀法啊，有17分18秒，而家名站1點就會讀本大家嚟做個參考。以上呢係用了36分鐘，就讀本大家嚟做個參考。以上感謝大家，承蒙大家感謝你，再見。承蒙按知識有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